大家好，我係劉振海，北區區議員。咁今日咧係想同大家講一下有關動物權益嘅問題。咁最近香港發生好多單嘅虐待動物事件啦，包括係毒狗嘅事件，同埋一啲捕獸器夾斷啲狗嘅手腳嘅事件。香港嘅動物權益咧，其實好值得我哋去關注啦。我喺呢方面咧，都想幫不能發聲嘅動物咧講多一句說話。咁喺我身後呢個位置咧，其實最近就發生咗一單駭人聽聞嘅虐待貓貓事件啦。嗰隻貓咧就俾人攞對襪笠住咗個頭，而頸咧就俾索帶索死咗。咁去到現場見到呢隻貓嘅狀態咧，好痛心啦。警察到咗現場咧，其實都覺得呢個案件係非常之嚴重嘅虐待動物案件。咁而警察亦都係翻查閉路電視啦，希望將呢個兇手捉到出嚟，嚴懲呢個兇手。咁我覺得點解會發生呢啲咁嚴重嘅虐待動物事件呢？好多時就係因為我哋香港嗰個動物法例保障唔夠。咁現行嘅169章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，個刑罰同埋個罰款咧唔係好重嘅，釋出一個訊息咧，令到社會好多人認為虐待動物係一個好輕微嘅案件，所以就導致咁多虐待動物嘅事件發生。希望嚟緊香港呢個動物福利法可以更加完善啦，對動物嘅保障更加充足。就例如係提高個刑罰啦，將最高嘅監禁提高，量刑起點可以高啲，釋出一個信息咧，就令到大眾知道虐待動物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刑事案件。咁除此以外咧，都希望加入呢一個謹慎責任制啦。咁希望市民知道，除咗水同埋糧之外咧，其實要對動物有更加多嘅責任啦。希望啲狗主能夠盡翻佢哋嘅責任，照顧好啲狗狗。另外，我哋亦都組織咗一個超過70個團體嘅動物福利關注聯盟。我哋希望咧組織一個聯署，令到政府啦，令到社會更加多嘅聲音支持同埋保障動物嘅福利。